真欢喜吼，搁一个礼拜啊，今仔日个比较相见面。毋知即一礼拜中间，咱有拄着啥物欢喜，还是啥物难过代志？我相信，不管是拄着欢喜，还是无欢喜个代志，咱拢是献出咱的感谢。哦，今仔日礼拜开始吼，咱嘛是有缘伫9点咱有祈祷会。啊！伫即个祈祷会中间，咱也要为着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也是讲为着咱这个社区，咱来祈祷。因为咱在咱土公司啊，即摆用生活土公司啊做无闲的，虽然有真济人，真正定定为着遮个祈祷，我相信嘛，侪人因为真无闲。哦，所以祈祷的时，有时咱会往往会分享着真济。需要咱带倒的人，带倒的代志。啊，今仔日伫咱的祈祷，做咧代志就祈祷会，咱首先咱要来唱今仔日的献诗，献诗156首，献诗156首，温柔献诗感动阮心。哦，这首咱就是先请单盘和弦弹出来。
八首，信息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这首大家较熟哦。
要上帝感谢你，我每一摆来到你面前，我举起我的双手，我对我的心，我就知你会接纳我，接纳我的中间，也我感受到你对我的疼。我知真做你的囝儿是我一生上大的幸福。我也知我伫世间我有最多的事碎，只会讲要真做你的见证，因为要伫你的身躯顶缘，要互伊较面斗阵的人体会到讲，上帝你也永远甲无叫到甲伊的人同在。我伫暑假中间有最多活动，为着遮个囡仔来排练，搁我知最多囡仔伫遮活动中间，因的心只是要来佚佗，要来食，要来享受。搁我知主，你要互因的单是遮尔尔，你要伫因的心里保护伊，拢互伊丰丰富富会得到。我知阮人会对咱有限，阮往往用阮每一个家己的思念、家己的思想来办遮活动。阮点菜，阮最人是为着家己的需要，为着要互人看到讲，阮遮老，搁阮知，阮较老，比袂过上帝，伊的观念比袂过上帝，阮知上帝的确要伫阮教会遮个囡仔的身躯最高。要互得到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别人真恶达得到的。感谢主，阮有最多的囡仔要来参加遮个活动，不管是伫教会，还是阮中中的主要中间，遮个相信阮伫因的身躯所做，将来伫一世人中间，要真做因的网站，阮将遮个事工献上，阮。一切荣耀归于安尼，我们奉靠主耶稣道名，阿门。线上咱要为着咱这鹿港地区遮个复兴啊，怎样来倒？因为遮个往往是对于阮传统人是真大的一种困扰。求主会当伫遮个事工中间，互阮看伊上帝所要做，请咱开喙，伊倒为着咱鹿港地区来祈祷。所以讲，咱也要为着咱的教会、大年教会来祈祷，求主会当引传我哋每年要在每年初要先计做堂会，伫一段时间，再做其他。求主会当，互即个事工会当合作的进。咱也要为着咱。起码教会、圣德邦教会，
到的即马做着足大困难，不只是讲人数的减少，也侪会影这身体拄着足大的艰苦。求主会当保守，咱选择咱若要为着今年教会、随着教会来祈祷，请咱大家求主。咱要为着教会行这身体调咱的来代祷，有月圆兄、回国、万丽姐、朱文英、丽香、bình phong、玉回者、蔡金龙、叶明兄、曹明兄，咱要为着伊的身躯来代祷，咱也要为着咱教会将来的路来代祷。咱最后，咱教会伫咱龙岗地区持续来发光，来互最人来挖苦主，咱要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代祷，也要为着教会来代祷，请咱对主为着来祈祷。间隔的礼拜，也要为着咱今仔日个配合传道来祈祷，有做当伊的身躯变悬，互咱配合着讲主的托付的信道，也要互咱知影，咱整个基督徒毋是着咱地区尔，毋是着咱伫咱国家尔。真侪所在，真侪人为着这个福音在打拼，咱也要为着今仔日个礼拜，也为着今仔日个讲员，为着咱今仔所有服侍的兄弟来祈祷，请咱平顺。不管是顺便的，我拢要感谢，来多多益。
要加做你平常的事，要伫你的面前，将一切荣耀献予伊。我若要为着做那这也袂来到阮的中间，也去求做咱保守伊的脚步，互因会当一直来到阮伫遮做伙来敬拜而落去。我也求主会当互每一人的思想讲大家，单单仰望伊，单单大家教会知影，阮只是要来敬拜而落上帝，阮毋是要来一大家要彼此来攻击，彼此来伤害。阮检查伫一礼拜中间有伤害着人，有攻击着别人，求主会当来保守，互阮每一个人的心，知阮真做一个主内面的家庭的人，阮彼此只有相听，彼此和睦，才会当互别人伫阮的生活顶面看到主的荣耀。阮将阮龙岗教会整个拢甲献上伫你的面前，求主会当保守阮免行的路，检查阮明年开始。龙岗教会有更较大的事工，更较大的活动要来做，要做到我们每一个人，检查是我每一个中心有更较人家讲，毋是单单看到我动心，安尼个满足，因为阮知主的事工永远要互阮大家头咱地极，会互圣人知主你的好的消息，会互圣人更较熟悉伊。阮手将阮的心打开，阮将阮的眼光看好，阮才会当完成主交托阮的使命，互主的大使命会当伫阮一代传到一代。阮将今仔日的礼拜献上，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正西的手，天的万国见人就听，而家大家一定
过一届，来到这个圣殿中，重新来做落去创造的治疗。我来感谢上帝你赐我信心无关困难，我也做着信心，上帝你的眼中相对平安，也因着耶稣基督伊是必定的好事。今仔日，阮才会当进入来到这个圣殿中，阮献上感谢。主啊，有时阵阮信心不足，遇到惊惊挂虑、恐惧，求主怜悯阮，就亲像圣经中所讲的迄个，阮就是迄个小信的人，有圣灵亲自来帮助阮，加持阮的信心。这段时间是学校放暑假时，有圣灵都是在细囝，伊出外旅游，还是参加活动时，一切平安。有圣灵也将当然在细囝更较多用这个暑假来甲上帝。我若要为着你身体。兄弟，献上一个有圣灵来相待。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圣经是罗马里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大约还是本是145页，大本114页。罗马里书第5章第1节，所以咱已经对信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无耶和华靠伊对信但是伫圣经所带的恩典，佫毋茫上帝就更来包我自己，若安尼就是患难，也包我自己。因为在患难时出困顿，困顿时出劳累，劳累时出毋茫，也毋茫无得到见效。因为上帝会摒对所相属咱的圣事来管教，但是咱圣灵靠我这里。是
就是这个机会吼，我目前伫南北山服务站，嘛希望伫暑假中间有带就是今年回来刚好有这个空档吼，就随着魔术的邀请，今仔甲魔术无听，无你来讲，所以真欢喜，咱而且甲大家分享上地话，咱担心来得。向孩子刚才你的影片，我们在当我唔是我自己我，是主要所有我的孩子。啊，对你心情的当中，你会愈带同一个听你的人，会当来到你面前。主我知毋是我做我自己，是因为透过心情的当中，你有感动我的心，知影我需要来敬拜上帝，我需要有上帝伫我的生命内面成为我的王者。主愿意再透过你的回忆，这是来接近我。互阮会当重新对你的回忆来去着解释你的智慧，来当你的往来以来，嘛愿你甲我分享三个字句，互讲会当听的就会理解，了当下对啊所想的。阿门。咱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甲是甲上主的好，毋知影大家敢知影啥物叫做甲上主的好？咱甲上帝的好，甲较简单，还是甲人的好较简单？做一个上帝甲思考，上帝就是所以甲上帝好较简单对袂吼？面对人，我想得到真正较困难吼，要咱甲人好吼，总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吼，就是咱若毋知影要安怎甲上帝好，其实咱敢知影要安怎甲人好，是无相同的，因为咱无法度用咱家己的规律，还是咱家己的方式去甲人好，所以咱。帮我放下一张，伫保罗先生所写的两个启示内面两本册吼，因当中伊都搞心呐，各两本，第一本是罗马书，第二本是加拉太书。马就落去讲吼，这一本册是新约内面上重要，大家甲我理解吼。PPT 下我看，罗马书嘿，罗马书是上重要上清楚。所以马就落去提出讲，啥物是上重要？伊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啥？因信先义哦，大家刚才那个因信先义，我知嘛，伊透过信心吼，来因为透过信心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所以咱互上帝称做义人，对不对？咱早咱无做有罪，所以咱互上帝称做义人。这是另外一个中文的译本吼，讲咱甲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某一个翻译叫合宜的关系吼，就是咱爱甲上帝和好吼。来，咱看下一张吼。所以无法度甲上帝和好，为了保罗看到当时咱人民的生活实在是，大家看着会害怕吼，就是逐工车祸严重，啊生活无目标吼，而且政治嘛真腐败，所以对当时的信徒来看吼，其实保罗写这个罗马书，毋是咧批评罗马人，其实伊嘛是咧对当时的信徒咧讲话吼。咱今仔重点伫罗马书的第5章，因为透过这个因信先义，咱知影上帝要互咱得到主，做个赎罪的捆绑，所以会当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世界的救恩，会当互咱礼拜耶稣主，接受耶稣的死救，咱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上帝的好。所以这个世界就真重要吼。先生，咱第一章咱做伙来查一下，来。所以咱一边对你称做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好。所以咱甲上帝好来透过什么呀？一定爱透过耶稣，一定爱透过耶稣。若无透过耶稣，咱无法度看上帝的面前。所以伫今仔日在内面，咱会当看到即个称义的成果吼，就是咱较做的第一项，就是咱一定爱甲上帝好。第二点，咱爱伫恩典中，所以咱知影，咱信耶稣是靠着家己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所以遐日子嘛，你莫想讲，一定是我家己来教会好像，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来教会，所以即个信仰是我家己厝的维持咯吼。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一定是上帝感动咱，才甲引带。所以每一个上帝的安排，咱甲上做是，即拢是上帝的恩典，互咱来到吃，互咱来到在，互咱来受
这个信用的过程的内面，咱会遇到困难，咱会遇到失败，咱会遇到挫折，其实会的。做事要安怎欢喜来应用，上帝应用，叫咱透过第四项，有啥物件？有患难，但是毋知咱的生命中会遇到患难，就是这个患难带来，互咱有稳稳的品格，会当努力，会当有进步，是因为上帝知影咱每一个人生命中条件是啥，所以有时阵上帝将一寡困难放伫咱的生命中间，要互咱去学习。总是咱知影，咱若经过这个困难的时阵，其实上帝的名一定有期盼，一定帮助咱。所以上帝的名的确会管人来。所以这个信仰的过程咱信仰的历程，我就讲一个迄个比如做一个较方式来讲。这信仰哪个阶段？这个James Fuller伊提出的这真趣味要讲啥物？就是讲咱的信仰有哪个阶段？不管你啥物教，不管是啥物教，总是对基督教来讲这是通常是用基督教来做分析的就是咱伫刚开始接受信仰的时阵，咱就亲像囡仔同款，囡仔因咧学习信仰是啥物？比如讲小朋友因咧上主日学，咱感觉小朋友因第一个是想要学的是啥物？敢是老师所教的话对不对？小朋友嘛，咱主日学的小朋友就是老师甲教啥伊安那听啥嘛甲讲耶稣很爱你啊，说听你啊，小朋友讲耶稣，耶稣听我，总是伊讲知影啥物是耶稣，啥物是天，佮无啥知影，无啥清楚，所以伊的是用伊的直觉咧接受甲伊当去模仿。比如讲，老师对我做好，所以我嘛当对人做好。过来到青少年的阶段就是咱信仰的青少年的时期就是咱会当去理性思考，因为已经接受一段信仰的造就一段时间的造就，所以过去伊会去收过去我所接受的这个信仰的传达它会当真做我生命的帮助。所以当这个信仰的青少年的时期，会开始去思考可以将家己的信仰做一个伦理的表达做一个语言的表达。过来到成年期这个信仰会较完整就是对过去也是咱生命经验内面，家己去听受着，也是你读圣经的时阵去买册就是讲这句话就是咧对我讲这句经在对我真有帮助，也是上帝透过真侪人咧对我讲通常咱拢会到这个信仰的成年期成年的时期这通常就是咱若是自细汉。教会大汉兄弟姊妹，咱通常拢会到这个阶段，对不对？有人信主40-50天，未到这个阶段，咱有可能无。为什么？等下，第二章就知影好来，这个阶段上重要。第4个阶段到第5个阶段有一个抗战，这个抗战叫做信仰断奶。为什么有信仰断奶？就是咱到成年期会晓理性思考的时阵，咱是毋是就开始去分辨讲，这个信仰敢是我的？这个信仰也是面对什么议题的时阵，有啥物咱是即款的代志会发生。到信仰断来时阵，就是若是拥有突然间，咱若拄着非常困难的代志，比如讲亲人意外过身，还是拥有拄着真重病的时阵，咱就要做一个选择，做啥物选择？有可能咱就会离开这个信仰，所以就是通常，若是到信仰一个阶段，你到成年期，总是你拄着这个断癌的发生的时阵，拄着人病，拄着意外，拄着你无法度理解的代志咧发生的时阵，咱就要做一个选择。有的人就是拄着这个断癌，伊就安那选择离开信仰。做起来当越过这个断奶的时阵，会当跋过这个断奶的时阵，伊会产生非常强的困难，伊会产生非常强的困难，而且伊会当整合，就是整合家己的信仰，伊会将伊家己过去的经验，伊安怎度过这个断奶的时阵，而且伊会当知影上帝对于心中有啥物代志。
所以伊就开始加出一个有影响力。但是即话咱大家信仰叫做若经过啥物困难，当去到后分享的时阵，这就表示讲咱已经经过这个信仰段，咱已经经过这个信仰段，而且咱知影这个信仰我互咱有气力是非常有气力。所以咱会当若具体啦，具体当去个人产生影响力，咱去影响咱社会。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整全的信仰，就是讲会当到迄个信仰上高层的所在，是安尼讲诚实，诚实是啥物？咱会当放下咱的己，其实耶稣是其实耶稣是为着别人牺牲，才有为着别人实相。你会当无去计较我为着某人付出偌济，这就是到诚实的阶段是，咱无计较咱为着别人付出偌济，咱计较的是我爱袂为着啥物人付出，所以是为着别人牺牲即款的信用的态度。所以咱看着讲有啥物代表人物，就是跟啥兄弟是伊不可听的，为着伊的时代，伊所伫遐的环境，伫遐的人咧听伊为着伊争取一寡物。你家己来分享一个故事因为伫台专我这几当时努力希望讲用一寡故事册，咱结合咱的现编的经载，而且会当诚做孩子们信用的网站。咱今仔日看这个海里共办的故事，伊就是一个伫困难的中间安怎掠着上帝，继续行上信用的路一路顺。咱会当先想看嘛，你看到这乌所以你知影伊啥物人？乌人对。看伊的年代，叫看嘛，大概是几年前，大概是几年，什么年代啊？看这个感觉，应该是现代这无介远，可能200年前200年前，即个讲。差不多这个乌人的奴隶时代，尤其是美国的所在，乌人奴隶时代差不多经过400年的历史。就是这乌人奴隶伊是一代传一代，就是恁兜人拢奴隶，你知影嘛？一世人拢爱做奴隶所以这个海里呢，伊就是自细汉因为爸爸是奴隶，所以嘛自细汉在做奴隶看这个海里少年的时候，伊就是逐工你看伊日时间来上，还是暗时间来上？是暗时对不对伊暗时的所在你见来上。伊细汉的时阵，伊就知影有上帝，所以伊拢对自然大自然的环境去超出上帝，所以伊拢是暗时暗时的一个。所以当一天伊的主人讲伊要甲伊卖掉，迄个伊搁较南方的所在北方是较自由无路迄个所在，南方是搁较有迄个路的所在，所以伊拢要种遮的路的要为着要卖搁较济钱，所以就种卖掉这个海里就是讲伊的主人就讲甲你卖，所以海里哪会去丢？会伊就想讲你要安怎？我到底是要卖掉，我想要得到。所以就爱一个进上帝，就一路上帝一个啥？一个上帝啊！我这边我主人的，我跟他讲不一样，就是上帝是医疗，上帝透过暗时鸟仔咧飞，一叫声真像咧甲伊讲，我从天顶的这个北极星这声我要互伊住。所以海里的角度的，伊就想讲上就想讲，安尼上帝有要互我得到，所以就决定无爱甲别人讲，因为伊的先生嘛是家己甲人结婚是因为伊的主人甲伊配所以伊先生就甲讲，为着我讲你若要得到，我搞主人就讲海了，所以就毋敢讲，所以隔海里嘛是，我起来，隔江里嘛。靠上的那，你来做事
今仔是努力在工作，所以嘛是一时时阵嘛是继续吼做伊应该爱做的哦的工作，到暗时就来咱就放假。到暗时，大家拢困的时，半暝的时间，伊就开始得早，伊得早，伊是吼，咱会讲出声，袂使，伊个动作啊足紧的吼，惊伊吼看见。就是伊咧得早的过程吼，到迄个生理的时阵，出现有惊异常的，透过即个鼻水的声，透过即个暗部叫的声，去讲的。宣传绝对保护，所以就继续有信心，继续用心。所以听到人家都可能是对啦，第二个有咯，对，确实比较多会讲吼，有人咧了，伊保护，所以咱看着多片的内面吼，伊即台咧做时阵，边仔有小东西在过来，然后对。你要直接小狐狸去看，那个狐狸哦，做其实就看来，所以屋内吼，迄个要找海底遮的主人吼，还是在找，做是到时会无吼，做是会吼，反正海底呢，总是找着一个安全的所在，就是伊有一个一个当地的主人吼，可以得到什么？需要什么帮助？所以是做比赛的时候，如果海里这摆是会惊吼，漂了的对，而且伊个真烦恼讲我是乌人，而且啦，对我好到底是要讲我你还着命是安那，所以伊嘛一个心嘛真变大，真主主吼，毋知到底要安怎。总是拄出人讲吼，安尼你若无伫遮吼，你先今仔日先帮我到班农里，安尼我再甲你安排。所以到暗时的时阵，到下暝的时阵，即个拄出人着使盐的钱，要甲海里带伊北的所在吼，伊着走。所以海里即路上吼，就来咱就非常伊个较北的所在，所以甲下来了后，开始搁行，后尾开始搁行。咱看着海里行到安那，他拢无咱，无咱爱摸树啊。其实讲放假他咧行，实在足忝吼，过来。对，行到暗时，咱看海里已经行到安那，无咱骹拢流血吼，伊个躯伫涂骹啊，躯伫涂骹，就讲吼兄弟啊，我到底是安怎？毋知影要安怎吼，总是当伊安尼就想要失去困难的时阵。上面个对这个生理的内面促进决心，就像咱对讲话，伊就想着讲，我细汉的时，我爸爸教我安怎看这个电视，佮有教我讲，我要哪班迄个野地的演员来讲，所以其实上面嘛是对咱咧对大自然环境对伊讲，其实遮个迄个技能生存的技能，我早就会好伊所以会当继续复习，继续得走。所以海里虽讲安那行到骹碰碰，行到无咱伊嘛安那继续推咱继续去吼。因为有人搁对咱，所以海里集合秘密即个马铃薯的成功。我看伊边仔拢全部拢马铃薯，差不多伫遐比差不多7张车，你一礼拜吼，拢去马铃薯的场。因为真惊伊吼找着，所以来避听吼，伊到感觉安全的时阵，伊才出来。海里一路上吼，一直咧梦想，一直咧找上，伊到底要安怎？当时咱看着这个绘本，有出一个声就是啥？孩子只要你与我同行，这是海里讲啊，上帝讲。这上帝讲，上帝甲伊讲吼，只要你跟我同行，我会保护你，带你到安全的所在。所以，哇，海里丰盛吼，来到北边吼，
伊讲伊刚开始享受即个，看着伊的表情，敢有平安，真平安哦。总是伫方面仔生活，现在，伊嘛是叫你甲人做迄个下手人斗相共，总是是努力啊，伊若努力就可能爱互平台，总是个，总是你看到伊表情，伊甲你斗相共的时阵，你敢有足欢喜？无呢，有啥物？伊咧想伊伫南部的爸爸妈妈，伊的亲人朋友，伊咧想讲，我家己平安到路用，我家己自由安到路用，伊就开始去想讲，上帝啊，我到底是要安怎？我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我厝边的人，安尼只有我家己一家敢好，所以上帝都甲讲吼，去我的厝。去我的厝所在，教会，所以就是教会。教会有人较斗相共，而且佮讲吼，你会当安排什么路线来带遮个人，就来北方安尼较安全吼。所以就开始做计划吼，伊嘛开始添钱吼。要一大路长有时阵爱坐火车，有时阵爱坐火车吼，所以有时会拄着啥物困难一点。所以伊到回来就遇到真侪麻烦。海伊呢？伊就开始做计划，而且欠钱，所以咱看到伊后来，伊又带一群人有啊，带一群人倒转，而且当看较详细吼，是迄个中间有下啊，大家想看嘛，你带下啊倒转好安尼，无简单，所以爱有一寡方法，所以听讲当时伊是。饲婴仔食迄个药啊，就是点迄个几点钟的时间，会当互婴仔食药啊，伊会较安全对走。所以到最后，即个海伊，伊总共吼，人拢帮走几遍，19遍哦，叫几位300。实在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伊害你的性命内面，伊嘛无法度想象讲，伊竟然会当救伊的同胞，而且会当遮尔有困难。其实这嘛是伊较早无想象的。就是这个信用对咱的三星是，害你知影，伊伫困难的中间，伊要继续我靠上，而且伊有上帝的福利，伊嘛真清楚知影上帝安怎指示伊行。人生的每一个路，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是像我爸爸所问大家吼，咱敢有真正甲上帝和好的关系，有一个合宜的关系。因为另外，不管咱第几代吼，其实我大家要去看到第几代，咱才可以看到清楚，原来到了那边，到了第三个再来。第三个就它更多一点，更多一点，多少？5啊，对了，到了我看就明白了，5啊，到第4代那种啊，我讲，但我第一代我是歹势野手，唔管咱第几代吼，是咱家己爱来找着上帝，爱甲上帝。因为对咱来讲吼，因为咱的信用可能伫咱主下伫教会大汉，这个信用的建立是透过咱主理的老师，透过咱伫教会听人讲课，就是咱家己敢有亲心，咱亲自去操作上帝。你对咱主下来讲，咱拢需要家己去找上帝，而且咱若甲上帝和好了后，咱有真强的气力，知影要安怎咱厝的人和好。比如讲我吼。我自细汉伫教会大汉，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信用只是例行公事，就是时间到就是一定要去教会。所以当我伫青少年的时期，我就咧想讲，安尼，我知影信仰是做好啦，我做囝我，就是伫我厝的内面，我的爸爸伊是切花对我，就是我拢伫伊的对面我像少年时阵拢坐伊对面，我拢看到我爸爸切花树了就酸。
所以礼拜我做不了的时阵，我就想讲，即款的基督徒，我是我想要真做基督徒。所以对我来讲，我就开始去思考起来，我到底想要真做啥物款的基督徒？所以就开始去行伫即个信仰的路，开始去找。总是咧找的过程拢有真顺，起码我开始因为Q28吼，我升高中的时阵利用留级1年嘛，所以Q28了就真对家己真失望，马上讲我去读册，无啥路用，所以就是讲无来看要做啥物，所以我人生来来讲，这个是刚才上电话透过教会新学生，甲我帮助，就讲吼，无你去读新学院，我想讲我想要继续迄个自己信仰的路，我开始读新学，就是透过这个新学生来讲话，讲无你去看卖吼，我讲无要考啥啦吼，因为迄时阵新学院只有4个科系吼，新学系、幼教系、民学系、社工系，我就想想的吼，新学系无顾了，幼教系我惊囡仔，民学系无历史，无来读社工系，是讲我毋知社工要读啥，所以袂去读社工。所以这拢是上帝有的吼，比你读社工系你4天的活动吼，我明明当我每日有日日大的啦。所以中国对我来讲是真温暖的所在，因为我捌去支持去南岛，去迄个财富的所在闹相共。我有几个同学拢中华人，所以拢会带阮，若去中国了，我会带阮去南岛是煞熟悉。所以对我来讲，有遮尔济听做的兄弟姊妹伫我的身边，诚做我信仰的另外一个快乐的所在。因为我看到真济人遮尔听上帝，所以我家己嘛受感动。我感觉讲，我要亲像伊一样，伊遮尔听上帝，我嘛想要亲像伊一样。所以，咱的信仰竟毋是透过兄弟姊妹从耶稣基督的名展现出来，诚做咱信仰的快乐。所以其实咱要行一条信仰的路，是靠咱自己，是咱做伙去。咱亲像家己是有时阵咱嘛会遇到困难，遇到真困难的代志，咱无好好做，就是咱有通家己上帝有我咱快乐，上帝会陪伴咱，行咱信仰的路，咱放心来去做。就是对咱靠着上帝，我毋知，因为我每一个人信仰的经历内面，有时阵会活好，有时阵我无法度活好。早时阮知希望愿意听从圣手咧扶持我，而且透过圣手的感动，也感觉激励我，互我知影我毋通失望，而且我有助力听继续灌满我的心志，互我知影我需要甲上帝和好，嘛需要甲人来和好。就是阮因为就是阮疼心，互阮知影阮所做的只是互大家去带人来到主的面前，互别人会当看见阮就是伊的学生，诚做伊所听的经历，愿意祝福所有诚实的伊个，伊个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圣诗，圣诗就把握老手，同学圣诗，当中来去。加利用对考试。
的因故记载于罗马书5章1节，罗马书5章1节，请咱做伙来以法律本来念两遍，请。所以咱对神称罪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较上的福。所以咱对神称罪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较上的福。咱会注意的时间，咱就请师傅大家来看。咱下面就会第3位。咱最近的活动，拜是每天的家庭礼拜，4月份讲一天，拜5下24班练习，因为有一点，咱这礼拜就是该拜四，拜六在地9点有因4年培育课，主要是教书，咱拜六暗时会平德语讲天，咱到9月7号就开课。咱拜六7点有自然团契，咱拜六8点50有拜俄罗团，拜日下午1点有先加工先的团契聚会，拜日在地2点有上联团契聚会。咱来看消息，第4日就会新闻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是交班员，就是咱台南大专中心陈佩文到前来讲到咱本会老师前往安平教会主持这个日，并且鼓励就是咱的领队有比咧先结叫做讲先结同会。第二，下主日7月11是文理传道活动主日，请领这关心来到。第三，青年国事论坛，7月15到17伫台北福建约小学咧举行，咱教师会咱带领4位的青年前往参加，请关心来到互因接受教师。中中主日2大会游戏会伫7月19大午在地点伫本会举行，主日牧师前往参加。第六。中东主日大会8月17拜六下午1点半到5点半，伫罗岗中。第二，大会需要有国西人工，咱会当高中以上的青年都会来，请因咱主任牧师来报名。7月17拜六有行前的训练会，咱本会。第二，咱环境就是国校1年到6年级，报名参加主日大会，请咱后面的柜台来分配报名表。第7，下主日7月在超港娱乐教会举行咱们伫做方力牧师以就第5年牧师就述职甲分礼拜，咱第10彰化城市这段祈祷会伫7月11拜日下午3点伫本会举行，请咱踊跃来参加。第11，主日祈祷会伫咱每主日早起9点来举行，请咱这会当提早来参加祈祷会。大道顺行第一，请为着咱洛港地区的福建转化大道，为主来掌管伫洛港地区。第二，请为着安平教会、这地方教会的兴旺甲宣传大道奉献。第三，为着咱是天堂咱的兄弟大道，有生命元凶、王维国兄、阿妈丽姐、文君元兄、王义香姐、陈玉凤姐、梁桂花姐、蔡金堂兄、王德贤兄、施聪明兄，也会咱就有内容。咱今仔有新的人，杜家可他看到这个咱在义工会照片搁一项就是公司底下特别鼓励大家迄个咱的夏令营鼓励咱出来去参加。一寡消息拢会较
永世来无尽。阿门。